近年来，中国加大了努力以改变被占领的东突厥斯坦的人口结构，通过优惠政策鼓励汉族人移民到东突厥斯坦。除了给他们免费的住房、土地和高薪之外，他们还鼓励与维吾尔族结婚。另一方面，中共当局继续以摆脱贫困和就业为借口，将维吾尔族青年作为廉价劳动力派往中国各省。据中国官方《新疆日报》3月15日报道，3月14日16时，载着来自和田地区的1800余名兼当利卡贫困家庭劳动力 T6728次专列缓缓驶入乌鲁木齐站，他们将分布乌昌两地转移就业。武汉病毒迅速传播引起恐慌之际，观察者对这些维吾尔人的安全健康表示担忧。针对美国政府在此之前对中国驻美官媒的限制，中国政府星期二宣布反制措施，要求美国之音等5家媒体申报人员和财产，并驱逐3家美国大报的美籍记者。中国宣布的措施包括要求《纽约时报》、《华尔街日报》、《华盛顿邮报》2020年年底前记者证到期的美籍记者，从即日起4天内向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申报名单，并于10天内交还记者证。今后不得在中国大陆以及香港、澳门继续从事记者工作。美国在3月2日宣布，将对5家在美运营的中国官方媒体实施雇员数量限制。美国国务院下令，新华社、中国国际电视台、中国日报、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驻美机构的中国籍雇员人员需从160人减少至100人，减负约40%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文中把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，引发了北京的愤怒。特朗普当地时间周一发出了全国抗疫指引，随后在推特发文称，美国会强力支持如航空公司等其他受中国病毒影响的行业，我们会比以往更加强大。中国外交部周二表示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称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，是在抹黑中国。中方对此非常愤怒并强烈反对。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耿爽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表示，美国应先处理好自己的事务。特朗普在17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应。他说，中国发布虚假消息说我们军方把病毒传给了他们，这是不实的。与其与他们争论，我们得说它是从哪里来的，它来自中国，这是一个很准确的说法。土耳其首次出现新冠病毒死亡病例。身为医生的卫生部长科贾说，其亲自关注的死亡病例是一位89岁的男子，感染自与中国有过接触史的一位员工。部长科贾说，12月12日爆发于中国90天来未出现任何确诊病例的土耳其，现新增病例51例，累计确诊病例98例。科贾呼吁民众遵守防疫措施，在未来1个半月至2个月内咬紧牙关共克时艰。另一方面，欧洲疫情最严重的意大利卫生部公布的最近数据，意大利现有新冠病毒患者26062例，死亡2503例，治愈2941例，累计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总人数为31506例。北约秘书长延斯·斯托尔滕贝格宣布，所有盟国都批准了北马其顿的加入进程。斯托尔滕贝格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，最近宣布西班牙参议员也批准了北马其顿的加入程序。斯托尔滕贝格说，因此所有盟国都向北马其顿敞开了大门，北马其顿将很快成为我们的第30个成员。祝贺北马其顿！在一些正式程序完成之后，北马其顿将成为北约第30个成员。